你不要當我媽媽。和文華。今晚晚上家裏有事，我準備好了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老爸說要好好慶祝。餐桌上的燈全亮了，黃色嘅光讓食物看起來更好吃。最中間是咖喱雞，香氣濃郁，是上野咖喱嘅味道。這家嘅咖喱塊放了羅勒，一聞就知道。沒想到他也會買這一個牌子。哈利番茄意大利麵、馬鈴薯奶油濃湯、煎得焦香嘅鮭魚。燈光下還有一束滿天星，插在我媽媽最喜歡嘅玻璃花瓶裏。花是老爸買的，他今天提早下班，換掉銀行經理嘅西裝，改成在家穿的休閒服。老爸嘅口氣很快活。大人，小恩，快坐下來，準備吃飯啦！沒用嘅妹妹竟然立刻說好，還很聽話的坐下。妹妹難道忘了那個白色禮盒就放在桌上啊？今天是她的生日，本來沒有要辦任何慶祝活動，老爸卻不知道那根不對。前幾天宣布今天全家要慶祝她的生日。他還有點良心的說，別這麼麻煩吧。那句話聽起來虛情假意。老爸堅持的說，什麼我們全家太久沒遇上好事，自己家人在一起，不如做幾道菜讓大人和小音開心開心。誰跟他是一家人？他真是很假裝是因為聽到我和妹妹嘅緣故，這才答應，還問我們大人和小欣想吃什麼，我來煮。他問我搖頭，我正想提醒妹妹，這個貪吃鬼卻先喊了咖喱雞。太好了，我都想食呢。他故意說得大聲，還在妹妹鼻頭點了一下，所以就決定了他自己生日那天，他會煮幾道菜。爸爸會買個蛋糕，其實爸爸還買了禮物。妹妹發現了，她偷偷跟我說，哥，那個禮物藏在媽媽的衣櫃裏，紅色的，很漂亮。你看過啦？我問。她點頭。我在我媽嘅衣櫥裏看見她，白色禮盒，外頭有蕾絲裝飾，還綁了絲質蝴蝶結，拉掉蝴蝶結，裏頭是一件紅色禮服，看起來很貴。媽媽以前生日，爸爸送過這麼好的衣服嗎？我越想越生氣。可是我們真的要這麼做嗎？妹妹問。你忘記了我們的媽媽了嗎？你忘記媽媽對你好嗎？妹妹的眼眶瞬間有淚。我記得啦。那你做唔做？她擦掉眼淚，下定決心，拿起剪刀，嚓！竟然做了就做了。我從那天開始就一直期待他生日這天到來，那場面一定很精彩。接下來的日子，不管他問我什麼，我都保持微笑，讓他以為我真的完全不在意。他想得美。今天我放學回家，在書房寫作業，竟然聽見他在哼歌，心情那麼好嗎？我邊寫字邊想像他等一下的表情。老爸回來了，他一回來就驚天動地的，生怕我們不知道他心情有多好，笑嘻嘻的探頭到書房裏。莊家兩個好兒女正在努力用功呢。等待嘅時間過得特別慢。梅奶奶打電話來問功課，明明作業都抄在聯絡簿裏了，老師吩咐嘅重點他也聽見了。我沒好氣的說，你自己不會學嗎？你口氣過嗎那麼兇？我只是想確定一下。你也可以打電話去問朱毛毛啊。毛毛住得離他家更近。莊大人，你今天是吃了炸藥嗎？這麼長。我沒吃炸藥，而是今天晚上我家裏有事發生。我放下電話和妹妹到餐廳。
妹妹拉着她的手，黏着她，開心的說：生日快樂！唉，真係無藥可救嘅笨小孩。我冷眼旁觀，爸爸喝了紅酒，臉有點紅；他沒喝酒，臉被燭火影得紅紅的。妹妹只急着吃蛋糕。祝你生日快樂嘅歌聲中，他許了願。燭火中，他臉上那幸福的樣子，我不知道多久沒看見了，好像是自從我媽媽走了之後。我突然有一點後悔，只有一絲絲。老爸從口袋拿出一個小盒子，打開是一個鑽石戒指。請你答應，以後就來住我們家。原來今天晚上老爸要跟他求婚。他微笑，低頭，在小妹和老爸嘅掌聲中，吹熄燭火，切了蛋糕，打開他的生日禮物。那是一件被我和妹妹剪得破破爛爛嘅紅洋裝，我和灑了漂白水，顏色變得深淺不一樣，像抹布。他沒尖叫，沒有丟掉，他只是快速的冚上蓋子，臉上堆滿笑容。好漂亮啊！你看，他就是這麼會裝。要不要穿起來試試？爸爸問。剛才吃太多，現在穿不下。我等特別的日子再來穿。他說這話時看了我一眼，他的眼角有閃光，是眼淚嗎？活該！他不是我媽。老爸搶過禮盒，那件剪成碎片、被漂白水浸過嘅洋裝掉了出來，深深淺淺嘅紅布碎撒了一地。誰做的？老爸嘅眼睛睜得好大。是哥哥叫我剪㗎。妹妹這個背叛者，立刻把我出賣。冇事冇事，裝正經，你不要嚇壞小孩，他假好心㗎。老爸像火山爆發，伸手往桌上一拍。我媽媽最愛個玻璃花瓶掉到地上碎了，晚飯瞬間變成一場混亂。老爸狂怒，揚起手，好像正準備甩我一巴掌。他保護我，他要我回房間。妹妹在哭，我站在一旁，因為老爸攔着不讓我走。屋子裏很吵，但我有種看戲嘅感覺，好像有人把聲音調成靜音。老爸嘅嘴巴一張一合，他在罵我，罵什麼呢？妹妹抱着我，淚眼汪汪，好像在說什麼，但說什麼呢？還有他用身體擋在我和老爸之間，演戲嗎？他有需要這樣做嗎？我的腦筋有一度很難分，一部分很難分離，一部分的我像在看戲，好像被什麼吸抽離了這裡。這場戲什麼時候才會結束？我被他推進房間，砰的一聲，門關上了，門外還有老爸咆哮嘅聲音。他不是我兒子，我兒子不會這麼殘忍的事。也有他的聲音咩啊？裝正經，你別嚇壞小孩。他還小，那只是一件衣服。嘿，正到這時，我才真正意識到，我成功破壞老爸向他求婚的晚餐。我應該要很高興才對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高興的感覺只有了一下，然後就沒了。怎麼會這樣？我走到書桌前，扭亮台燈。晚餐前太緊張，作業只寫了2行。牆上的電子鐘數字沉默的跳動，公仔架上的尋龍列車居高臨下，用他的機器眼望着我，看什麼？我瞪了他一眼。這個尋龍列車是在哪一天組裝的？哪一天到現在竟然快2年了？2年來發生了多少事啊？我記得小學1年級嘅時候，老爸心血來潮買了一盒積木給我，我組裝了半天裝不起來。那是一輛飛天車，翅膀構造很複雜，說明書也寫得不清不楚。老爸和我研究了很久，才把翅膀裝上去，然後老爸又把它拆掉，再把它組裝起來。裝好了還拿去授給媽媽看。媽媽笑他，到底是給小孩玩還是大人玩？
你不懂，這是我童年的夢嗎？老爸說小時候家裏沒錢，只能看別人玩。現在他有錢了。大人，你盡管揀，只要你想玩，我都通通買返嚟。說來說去，你老爸比較想玩。媽媽那種又好氣又好笑嘅聲音，我仍然記得一清二楚。後來我們玩厭了那種靜態嘅積木，開始玩機器人，會跑會走會飛的那種。然後老爸聽說有比賽，只要一關一關往上打，聽說最後還能到那家積木公司嘅總部參加世界大賽。如果你拿到世界冠軍，我就是你嘅啟蒙教練啦。老爸很有雄心壯志。老爸是銀行經理，工作忙，天黑了才回家。周休2日，不到中午不下床。但是自從老爸陪我換積木之後，他好像找到了一個新嘅人生方向。周休2日嘅早上，即係星期6日嘅早上，7早8早就會把我帶去機器人同好圈，跟大家互相切磋武藝。從那一天到現在，我們竟然2年沒玩機器人了。尋龍列車，那一天是時光市嘅機器人選拔賽。那時我讀4年級，妹妹小欣在幼兒園中班。那一天媽媽要和重要嘅客人簽約，沒辦法陪我參加選拔賽。媽媽保證，不管你輸或贏，晚上我都會煮咖喱雞，再幫你買那個什麼樓？旋轉炮樓啊！我話我記得很清楚，媽媽那天穿的是上班嘅衣服，綠色背心、白色襯衫，看起來和往常一樣有精神。她燙的是大波浪嘅髮型，挑染了一點金色。她的身上好香，出門前她抱了我一下。玫瑰花嘅香氣，那是媽媽最愛嘅味道。那時我很不懂事的推開她，因為我已經4年級啦，長大啦，而且馬上要參加一場比賽。如果我知道接下來的事，我希望我那一天早上不要去比賽，我要永遠抱着她，永遠永遠，不管輸贏，我都會幫你買那個旋轉炮台。媽媽最後說，唔係旋轉炮塔啊，係旋轉炮樓啊。我糾正她，你自己已經答應過。我正在組裝嘅格拉斯公爵城堡是一座機關巧妙嘅城堡，不光是城門可由光線控制開關，要是敵人來襲，通過護城河時觸動了橋上嘅重量感應器，城堡會立即升出旋轉炮樓，朝來敵射擊各種炮彈。可惜炮樓太貴了，因為裏頭有精密嘅晶片，爸爸買不下手。媽媽說等他這個大客戶簽好，就會有獎金幫我買。那一天我記得媽媽還說什麼，可是老爸催我們，他比我更緊張。你快去找大客戶，拿到獎金，幫大人買旋轉炮樓慶祝。然後我就坐上老爸嘅車出門了。媽媽騎她的小綿羊粉紅色機車跟在我們後面，我們朝左，她往右，她跟我比個讚，笑得好燦爛。比賽場地在市立圖書館，主題是永續能源。我在尋龍列車的盔甲同盾牌加了6塊太陽能源，動力超強。列車的弓我也調整過。初賽的對手大半被列車的強弓射倒，再也爬不起來。隻眼係咪好痕啊？遇到頑強一點嘅敵人，尋龍列車的盾牌可以當斧頭使，用力猛壓。有個男孩的坦克機器人就被列車壓到支離破碎，當場嚎啕大哭。決賽的對手很厲害，他是用履帶前進的，不怕弓箭，而且他發射的炮彈嘅力度十足。我嘅列車被擊中好幾次，然後他衝過來，想用鏈腳把我嘅列車鋸成2半。
老爸在場外比任何人還要激動，他是特地請假來的，身上還穿着灰色西裝，藍色嘅領帶，隨着他加油嘅動作，忽高忽低的飄動。我輸了第一局，中場休息嘅時候，老爸吩咐我：大人，他轉彎動作慢，你可以跑，讓他追，只要他的炮彈射完，你就有機會了。我照爸爸嘅話，讓尋龍列車東奔西跑。那個拿遙控器的小胖子一直呵呵叫叫，履帶機器人緊追在後。雖然他的體積大，轉動不靈活，卻持續發射充滿威力嘅炮彈。觀眾好像都比較同情弱者。我嘅列車每次射中他，四周就會響起一片歡呼聲，圍觀嘅人越來越多。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人看我比賽，但在那麼多人嘅聲音裏，我始終可以聽到老爸嘅吶喊：大人，再給他一拳！大人，用力砸下去！我知道老爸嘅意思，再 KO 他一下，再拿一分，一分一分，最後尋龍列車贏了比賽。比賽結束，立刻就領獎了。亞軍嘅小胖子紅着眼眶，台下嘅人要他笑一笑，他不肯。老爸在台下拿着手機拼命幫我拍照。我知道媽媽沒有來，他要多拍幾張給媽媽看。那一天市長親自來頒獎，老爸事前有說，市長很忙，能來很不容易，他一定很重視這個比賽，不然不會自己來。我接過獎杯，底下好多手機相機，但是老爸呢？老爸在人群內接電話，他不是要多拍幾張嗎？我看見他身子晃了晃，整個人突然倒退了一步，又退了一步，手機摔在地上，他失魂落魄的把手機撿起來，茫然的看了看四周。我很確定他有看過來，但他沒有看我。怎麼了嗎？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心裏突然有種不好嘅感覺。我推開市長遞來嘅獎杯，跑向老爸，拉住他的手。老爸，老爸，咩事啊？老爸無神的望了我一眼，好像突然醒過來。媽媽，剛才發生車禍，被一輛公車。去醫院嘅路上，老爸什麼話也沒有說，我只記得自己緊緊抓着尋龍列車。下了車，跟着爸爸到醫院。我們坐在開刀房外頭，人很多，那扇門一直緊緊關着。偶爾有幾個穿綠衣服的人打開門，又關起來。醫院很難，妹妹你喊嘛？我們等了很久很久，外公外婆來了，媽媽卻再也沒有醒過來了。那天好累，我回到家，妹妹早在房裏睡着了。是小阿姨把她從幼兒園帶回家的。她知道我們以後就沒媽媽了嗎？我跑進房裏，妹妹睡得很熟。我想叫她，又不想叫她。小阿姨就在旁邊，她幫我擦眼淚，摟着我，告訴我以後媽媽會在天上看着我。所以你要勇敢，要像個大人，把自己和妹妹照顧好，好唔好？我知道啦，我真係知道㗎。我哋家人本來有4個，以後就剩低3個。那一天我根本不知道小阿姨會變成她。小阿姨係邊個？小阿姨問媽媽個妹啊，我喊啊，俾張紙巾我唔知喎。佢個妹妹可以變做？唔係啊，小阿姨係媽媽嘅姊妹。即係朋友啊？唔知咧，唔知係咩意思喎。院長阿姨，小時候我常常將小阿姨誤認成為媽媽，佢哋係姊妹，真係姊妹喎。身高一樣，笑聲一樣，連髮型都約好了，去找薇薇安的媽媽做。有時候他們在別的房間聊天，可是聽起來好像自己在跟自己講話，聲音幾乎一模一樣。我曾經懷疑媽媽怎麼自己跟自己說話，還能笑得那麼開心。不只是我，每年紀小嘅時候都會認錯，將小阿姨叫做媽媽。
我們聽到了都覺得好笑。這時小恩會躲在媽媽嘅懷裏，再探出頭，仔細看看兩個人那種動作，又把大家給逗笑了。其實仔細看，他們還有些地方不一樣。媽媽叫做月秀，她叫做月美。媽媽比小阿姨大3歲，嘴角有粒痣，比較瘦。媽媽在保險公司上班，天天騎摩托車在外頭跑，皮膚又黑一點。小阿姨笑起來有酒窩，還有虎牙，在幼稚園當園長。但是爸爸怎麼會認錯呢？媽媽和小阿姨不是同一個人，好嗎？小阿姨常常來我們家，每次來都會帶禮物、小玩偶、桌遊、點心。不管我們想做什麼，小阿姨都說好。媽媽會管我們，下雨天不讓我們出門，晚上不可以玩桌遊不睡覺，不准我們吃冰，糖果最多吃1顆。如果是小阿姨帶我們出門，她會帶我們撐着雨傘在雨中跑。只要媽媽沒有一起來，她就會帶我們去街上吃冰淇淋、糖果。小阿姨嘅包包裏永遠有幾斤棒棒糖。他們兄妹的牙齒啊，媽媽那又好笑又好氣嘅表情不掉。以後你負責出錢，帶他們去看牙醫。聽到媽媽這麼說，小阿姨會立即說：大人，你帶小恩去刷牙，並且安撫媽媽。家姐，在幼稚園裏，我們有規則嘅，養成良好潔齒好習慣，比什麼禁止都好100倍。你這樣會寵壞他們。你不是監視器，不能24小時盯着他們，還不如教他們正確嘅觀念。小阿姨嘅幼兒園，我和妹妹都曾經讀過。如果你有一個園長阿姨，你應該知道，所有嘅老師都不會兇你，所有嘅小朋友都不會跟你好。學校的點心你可以多吃一份，誰敢欺負你，他就準備請去園長辦公室。有個園長阿姨在我小時候真是好死了。朱毛毛同微微安安也讀小阿姨嘅幼兒園，他們都能作證，我嘅小阿姨係全世界最好嘅園長。對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那真是太好了。幼兒園嘅老師每個人都穿着黑色嘅圍裙上班，那條圍裙好似哆啦 A 夢嘅百寶袋，有棒棒糖，有 OK 繽，有大梳子同衛生紙。我忘了帶筆，園長阿姨有。我臨時要識紙接飛機，她也有。我和妹妹不敢告訴媽媽嘅事情，都通通跟她說。我不敢告訴小阿姨嘅事，她也知道。你們班的梅拉怎麼會常來找你？她問。我邊度知道啫？佢好煩啊！我沒好氣地說，就是個愛管閒事的人，什麼事都要管我。那個叮咚魚怎麼樣？感覺它很可愛。那又怎樣？我感覺心跳突然加速，我害羞了。小阿姨跑去找媽媽。你們大人有喜歡嘅對象了。明明就沒有。叮咚魚比較喜歡豬毛毛。我嘴巴上這麼說，心裏卻覺得他是全世界最懂小孩的大人。我說的是那時候。媽媽常說他們小時候的事。兩個人因為年紀比較接近，衣服同化妝品常常借來借去。媽媽是姐姐，都是我被借的比較多。誰叫你係姐姐？小阿姨說。還好，我老公同小孩你不能借。那我可不一定哦。小阿姨那時的說話，大家全笑了，因為那時大家都知道那是開玩笑的哦。誰知道最後有可能會變成真的。這麼好嘅小阿姨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。那一次我還很小，最多讀1、2年級。我們出門玩時，小阿姨多半會跟着我們去，因為我們就是一家人啦。媽媽總是這麼說，一家人還要我幫忙分攤有錢。小阿姨也總是這麼說，這麼老掉牙的笑話，幾乎每次出門都會講一次。
那回去澎湖玩，晚上小阿姨帶我們去逛夜市，她抱着小欣牽着我，然後一路玩很多遊戲。我記得我們最後停在撥彈珠嘅地方。我小時候特別愛撥彈珠，看珠子一路確確確在木製的彈珠台裏滾，最後落下來就有機會拿到獎品。最難的是13排或1排，那幾乎是不可能嘅任務。你要讓13顆彈珠都落在同一排，或每一排1顆彈珠，不可能。因此獎品也最好是一輛遙控車。澎湖那天晚上夜風很涼，我們都清楚聽到我旁邊幾個人在大叫：老闆，13排！他撥出13排！我們都站起來圍過去。那個撥13排的叔叔卻好像不當一回事，別人拿手機拍他，他連俾個耶嘅手勢都沒有。哇！那個遙控車，他隨便放在椅子上，有一次掉到地上，還是我幫他撿起來，他也完全不在意，連謝謝都沒跟我說，繼續撥彈珠。我嘅手輕輕在車上摸，很光滑，很好摸。我猜他跑起來一定很快，因為他有遙控器啊，是那種高級嘅遙控器。好棒嘅車子，如果係我嘅就好啦。如果係我嘅，後來去吃牛排的時候，小阿姨看見我抱在手裏的遙控車，她一定要我把車子拿回去還人家，又不是我偷嘅，係嗰個叔叔自己冇攞啫嘛。我話人家忘了攞，你都唔可以攞㗎，你嘅行為就係偷，你唔可以當小偷。她堅持我唔係小偷啊。我好生氣，氣到拿輛車子丟到地上，撿起來拿去還人家。我唔要，你唔要，我哋就唔走。佢看着我，用一種我從來冇見過嘅表情，好正經，完全不像平時嘅溫柔模樣。他明明不曾這麼兇。我哭了，我哭得很大聲，好像很想讓大家都知道我唔係小偷，佢唔可以冤枉我。而且我真係唔知道佢喺度堅持乜嘢。嗰架車跌咗喺地下好耐，嗰個叔叔都冇返嚟攞，我只係執起佢啫嘛，佢自己唔要㗎。那就放回原來嘅地方。他強拉着我回彈珠台，不管我用什麼理由，他就是一手抱着小欣，一手拉着我，要我把車子放回去。絕對沒辦法商量，跟平時完全不一樣，簡直像惡魔。後來我就常常想起他那時聲色俱厲嘅樣子，這麼可怕的他，老爸竟然跟我們說他要和他結婚。她是我媽媽的妹妹啊，你忘了媽媽嗎？我懶懶的跟老爸說，人要向前看。老爸說，你媽也會贊成的。我反對。為什麼？老爸呆了一下，看着我。我跟你阿姨都覺得我們要放下，往前走。媽媽才死了2年，我清楚記得那一天之後，媽媽被放在北山慈輝寶塔6樓南向第6排最頂層。那是媽媽以後的家，她的家在塔在山裏，媽媽在一個小小的庵裏。開學那一天，記得我進時光小學的第一天，是媽媽牽着我進校門的。我坐在教室裏，隔壁坐的是薇薇安。教室裏有人在哭，是朱毛毛。朱爸爸和朱媽媽安慰他也沒用。我沒有哭，因為媽媽就在窗外跟我揮手，用手勢告訴我別怕，我在這裏。小欣要進時光小學前一天，我也這麼告訴他，你來時光小學不用怕，我會帶你進去。我6年級了，在學校裏誰是惹你，我就替你去修理他。他們班應該沒有暴龍頭那種衝來衝去的小孩，也不會有梅拉拉那種愛管別人事情的女生吧。再說1年級能有多壞？
我瞪一眼，他們就不敢亂來了。哥哥，我唔要你跟去學校，佢會帶我去。佢唔使返工咩？幼兒園比較晚上學，而且佢係院長啊！我實在很生氣，她又不是我們的媽媽。我一說，妹妹急忙俾個噓，你小心，老爸聽到會生氣。佢哋就嚟結婚啦，佢仲未嚟，我都唔要佢嚟我哋嘅屋企。我強調那個我字，怒氣沖沖下樓，老爸已經坐在餐廳吃他弄好的早餐。我不想跟他說話，默默吃完早餐，默默背好書包，望了妹妹一眼。妹妹早就穿好新買嘅制服，拉着她的手，蹦蹦跳的準備出門。看着妹妹被她牽着的樣子，哼！如果媽媽喺度，我媽媽會自己帶佢上學，唔使佢嚟假情假義。我哋仲未到時光小學，有人追着我們跑來。莊大人，係我哋班嘅梅奶奶。煩！你怎麼不說話？心情唔好啊？才開學嘅第一天，告訴你，我媽咪返嚟啦，關我咩事啫？我媽咪自己回來的。哦，你的臉別那麼臭。咦？梅奶奶發現佢同妹妹了，係 Miss Cock。我更加唔想講嘢。梅奶奶興奮地衝過去揾佢，吱吱喳喳的。等到進了學校，我看着妹妹同佢走去一年級教室，梅奶奶又追過嚟。聽說你阿姨快要變成你媽媽啦！我火了，冇啊，佢唔會係我媽媽，我媽媽喺塔裏邊。對，佢本來係你媽媽嘅妹妹，但後來你媽媽過世了，她就快和你爸爸結婚。你唔好咁八卦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好嬲。當然，我絕對唔會講出嚟㗎。梅奶奶嘅保證沒有用。下課嘅時候，教室裏嘅同學，這裏一圈，那裏幾個，時不時就有人朝我指指點點，我覺得特別悶。走到外頭，暴龍頭從後追過來，莊大人開學啦！誰不知道開學啫？你嘅未來新媽媽點啊？又嚟啦！那個梅奶奶果然長舌，不怎麼樣。心情這麼不好，走啦，去打波啦，打一打心情就會好啦。暴龍頭大叫，哼！你以為我怕你啊？我同佢打球的時候，朱毛毛同古浪平都嚟啦。我有幾顆球沒有投進去，暴龍一直笑我，莊大人生氣就投不準，唔公平啊！朱毛毛比我高，古浪比我強。叮咚魚同梅奶奶坐在牆外，叮咚魚好像長得更高啦。後嚟我哋班去保健室量身高，沒錯，一個暑假過去，佢竟然比我高了6公分，係全班女生最高嘅，簡直好似大姐姐。結果大家都叫佢做大姐姐，佢都唔跟大家爭，只嘆了一口氣，抬起頭，恰好對着我嘅視線，果然像個大姐姐，像漢弟弟一樣。我出生日期比他早17天，竟然像我小弟弟。雖然今天才開學，卻立刻要讀整天，不像妹妹只讀半天。哎呀，想到小恩時已經午休了，我整個早上都冇去揾妹妹喎，唔知道佢今日有冇喊呢？小恩放學啦，佢會嚟接嗎？正想到這樣，教室門口有騷動，導護老師來了，正同我哋老師說話，旁邊嘅係小恩，佢見到我立即衝進教室，我哥哥喺度啊！我連忙俾個噓，可是來不及，同學都醒來了。哥哥，佢冇嚟接我啊！老師問我點算，我話哥哥讀6年級，冇人敢惹他，連暴龍頭那個壞蛋都唔敢。除咗暴龍頭，全班都笑了。梅奶奶仲將妹妹帶過來，你跟姐姐一齊，連你哥哥那種壞蛋都唔敢惹你。我哥哥唔係壞蛋啊，妹妹說。我都唔係啊，暴龍頭嘅話讓全班又笑了起來。
佢下晝第二課時才來的，慌慌張張跟老師道歉，什麼今天幼兒園太忙，忙到忘了。如果媽媽在，佢一定唔會唔記得㗎。哪個媽媽會忘記自己嘅小孩啊？好想你，一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是他看見我和妹妹吃便當時嗎？媽媽在山裏嘅塔裏之後，爸爸要上班，妹妹要上幼兒園。他讓妹妹下課後先留在幼兒園，等他下班再帶到我家。那時我天天都去梅奶奶家買便當，他看了就搖頭，還跟我老爸說：姐夫，你們這樣吃營養不均衡啦。可是很好吃，妹妹在旁邊喊。青菜太少，油炸的太多，他決定以後我來煮晚餐。這怎麼可以？爸爸反對，因為我自己也要吃，煮給自己吃跟煮給大家一起吃都差不多。他決定了，真的這麼做，天天買菜來我家煮飯。小阿姨煮的菜很像媽媽，青菜一定用水燙的，魚多半用乾煎的。除了咖喱雞嘅味道比較淡，但在他買到和媽媽同一個品牌的咖喱後，味道也接近了。吃完後，他和我們聊天，有時聊晚了就在妹妹房間睡。第二天早上幫我們煮完早餐，再帶妹妹上學去。有一段時間，我聞到廚房的香氣，有種媽媽回來的感覺。媽媽當然不會回來，因為她永遠住在山裏的塔裏。她會算好時間，老爸回來前，飯菜全都煮好了，飯菜熱騰騰。妹妹常把她認錯媽媽，然後逗得大家笑。老爸好像很喜歡那種時候。哼，媽媽剛才走，她想做什麼？我冷眼旁觀，飯廳裏嘅氣氛好像回到媽媽在的時候，大家都很開心。我卻老想着孤孤單單的媽媽，孤孤單單的在深山的塔裏。難道他們忘記了媽媽嗎？豬毛毛沒有爸爸，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時候騎着獨角仙到天堂當神仙。我曾經問過他：你會擔心忘了爸爸嗎？他說不會，因為他爸爸就在天上看着他。我爸爸變成神仙了啊！神仙無所不能，不會讓我忘記他的。你怎麼知道他是神仙？我媽講嘅。佢說得很理所當然，你這樣就相信了嗎？當然啦，我爸爸住在金星上。金星除咗月亮之外，夜空中最亮嘅那顆星，我只要想起它就會出現嘅星。那我媽呢？她也住在金星上嗎？宇宙這麼大，你要自己揾啊！她在金星上，怎麼不跟你聯絡？打電話還是？online？哎呀，你好傻啊！佢哋變成神仙啊，不必那麼麻煩啦。到底要怎麼做？豬毛毛給我一個神秘嘅微笑。到時候你就知道。或許想媽媽嘅時候，我都可以抬頭看天，但天上每顆星星看起來都很像，閃閃灼灼，一言不發。會不會媽媽要去的星星太遠，她想在飛去嘅途中還沒時間跟我聯絡，還是說媽媽早就在用宇宙通訊，用星星密碼不斷一閃一閃的跟我講話？有一天下着大雨，補習班下課，我沒帶傘，被雨困住了。豬毛毛嘅媽媽順便把我送回家，她的車子停在我家門口。天色特別暗，雨聲又大。我從車廂看進去，我們家的餐廳亮着燈，特別嘅明亮。大家正在吃飯，妹妹好像說了什麼，逗得爸爸和她都笑了。我心裏隱隱覺得有什麼不對。那是第一次。
我下了車，站在大雨中發呆，甚至連豬毛毛跟我說再見，我都沒反應，只是盯着屋裏3個人和樂融融的樣子。爸爸神情輕鬆，笑容可掬，妹妹拿着塑膠碗，碗裏嘅飯菜還疊得高高的，根本沒動。不知道妹妹講了什麼，逗得大家笑。那可愛的樣子跟平常一樣。她穿的是白色嘅針織毛衣，大波浪嘅捲髮，笑容和平常一樣，就跟媽媽。那是媽媽的毛衣，以前天氣變涼了，媽媽都會套在身上。媽媽說那件衣服很百搭，配什麼顏色都好看。那是我媽媽的衣服，我就是這樣衝進屋裏，衝着她大喊。那是我媽媽的衣服，不是你的。妹妹被嚇到了，爸爸的臉紅脹了，因為突然下雨，天氣冷了。他邊解釋邊把毛衣脫掉，拿了皮包就往外跑。爸爸追着他出去，太急了，椅子也被碰到了，嘭的一聲，好大聲。莊大人，我平常點樣教你㗎？怎麼可以這樣跟小阿姨說話？爸爸回來後朝我咆哮，爸爸嘅嘴巴一張一合像金魚，那種場景從此就經常出現。去墾丁旅行那次，他也來了，坐在副駕駛座，以前媽媽坐嘅位置。臨行前，爸爸交代要有禮貌，人家小阿姨自己有事做，擔心妹妹晚上沒人照顧。我不相信，妹妹都快上小學，我會照顧她。但是爸爸邀她了，她也厚着臉皮來了。我坐在後座，能感覺前座和以前有什麼不一樣。她不像阿姨，爸爸不像爸爸。她的笑聲輕輕的，老爸嘅笑聲大大的。妹妹上車就一路睡，我假裝在睡，卻看見很多次老爸的手搭在她的肩上。到墾丁嘅路上很遠，他有時會轉過來問大人想唔想食零食？大人，你喺度諗乜嘢？同我哋傾偈啊！我不理他，假惺惺，不管他，青春期嘅孩子。爸爸說，整天陰陽怪氣。在海灘嘅時候，我故意跑得特別快，妹妹喊我，我也不理他。我只想離開他們越遠越好。等我跑到最遠嘅地方，挑了塊岩石坐下，他們3個身影小小的，但是認得出來。爸爸穿着藍色泳褲，他戴着草帽，他們牽着妹妹在跳樓，1、2、3跳，1、2、3跳。我好像聽得到他們嘅聲音。妹妹發現我，朝我招招手，我不理他，他也不過來，就和他們繼續玩，1、2、3跳，像一家人一樣的跳着、笑着、散步着。我開始哭，老爸，你在講什麼？唔該。媽媽死了才多久？你怎麼可以笑得那麼開心？媽媽還在山裏塔裏那個孤孤單單嘅地方，你們記不得嗎？最後我撿起一塊大貝殼，憤怒的擲向不斷撲來的浪潮。你怎麼可以來佔據我媽媽的家？他不知道嗎？那是我媽媽的丈夫，我媽媽的女兒。你是我媽媽的妹妹。我大喊着，坐在岩石上，又哭了很久。我好想，好想，好想媽媽。家庭訪問，星期六早上，我寫完作業，找不到我嘅城堡。格拉斯公爵嘅城堡係限量版。3年級嘅時候，媽媽送我嘅聖誕禮物，我放在衣櫃裏邊，一直冇組裝完成，因為媽媽答應要買嘅旋轉炮樓仲未買返嚟，怎麼會不見？我問小欣，小欣仲笑我，哥哥好蠢呢，啊邊度爬到上去喎？那就是他了。他這幾天住在我家，我怒氣沖沖跑去找他。他一聽，我是看他放在上頭太耐，好多塵。
我唔係同你講過嘅咩？我嘅嘢你唔好理啊！我鬧佢，佢急急忙忙跑去儲藏室，抱出一個大紙箱，打開來，我那格拉斯公爵城堡就在裏頭。我用紙箱裝着，比較不會有灰塵。他還在解釋，我搶着把城堡抱出來。你不要動我嘅東西，要是被你弄壞了怎麼辦？唔會，我好小心㗎。佢仲喺度解釋，但係我一攞出嚟就發現尖塔嘅旗桿斷咗，仲俾人用3秒膠黐住。你仲話冇壞？明明就係你整壞，你點解要咁做？我大聲大叫。他急着解釋，我唔小心㗎，不然我再幫你買一根旗子插上去好唔好？唔好，這是我媽媽買俾我㗎，你再買幾多都唔係我媽咪嘅嘢。我氣得將城堡一摔，紙箱掉下去，格拉斯城堡東倒西歪，有個東西彈出來，那是我們一家人嘅合照。我藏在城堡裡，用重重嘅機關把守。本來想等媽媽把炮樓買回來，組裝完成之後再給她看。現在我望着那張照片，媽媽唇紅齒白，笑得那麼好看。什麼都冇啦！我幾乎在尖叫，她眼睛也紅了。她還好意思哭。我正想說什麼，後領俾人一捉。邊個捉住佢？是老爸。你而家係咩態度啊？同阿姨道歉。佢將我嘅嘢整壞啊！佢點解唔同我道歉啊？爸爸氣得將我拉到牆角，唔同阿姨道歉就去罰跪。係佢將我嘅東西整壞，點解要罰我？我狂敲，叫你跪就跪，你仲有啲咩理由？爸爸聲音更大，你故意摔東西，仲將阿姨激到喊。而家你係要道歉定係要跪？我兩個都唔要，我就站着看他怎麼辦。正經，你何必跟孩子鬧脾氣？他又過來扮好人。這孩子越嚟越曳，而家唔搞。老爸說到這兒時，我們嘅門鈴響了。小欣跑去開門，又衝回來，對着我們說：哥哥，你老師嚟啦！老師？叮咚魚同梅拉拉姐姐都有嚟啊！佢仲未講完，謝老師佢哋真係嚟咗喎。我屋企好似颱風過境，他臉龐帶着眼淚，老爸臉上有怒意，老師有點慌張，說是本來去叮咚魚家訪，發現我們家也不遠，想來問問我在家裏嘅情形。他沒來過我家，就請梅拉拉同叮咚魚帶路。叮咚魚着着白色洋裝站在一旁，有點不知所措。梅拉拉跟我說：嘿，我哋係客人，你應該趕快泡茶。哥哥不能去泡茶啦，他要被爸爸罰跪呀！這個背叛者果然又出賣我一次，興高采烈咁同大家報告。爸爸說佢要跟媽媽道歉，佢唔肯跪啊！這個老師拗拗頭，不知所措。老爸仲喺度生氣，莊大人犯咗錯，錯就係錯，該跪就係跪。老師，大人喺學校點樣㗎？老師唔好意思坐下嚟，站着說佢最近功課退步不少，想說來看看是不是在家裏有什麼事讓他煩惱。老爸一聽支支吾吾的，我們家裏有什麼事讓佢煩？應該冇嘅。我在心裏大叫：有咩事讓我煩？仲使講？謝老師說佢翻過我嘅學習手冊，以前考試我都係考前3名，可是升上6年級，奇怪啦，成績越嚟越差。係咁樣嘅，這個孩子的成績單以前都是媽媽看的。老爸聲音越來越少，以前佢媽媽在，功課都很好。這有什麼難？我就係唔想成績好啊。爸爸說過，只要我好好讀書，以後去佢銀行上班，像佢一樣當個上班族，不用整天在外頭跑。我唔要啊，我就係唔要同佢一樣啊。考前3名有咩咁了不起？將老師教過嘅東西寫出嚟啫嘛，有幾咁難？呢個學期我每一科都算準了。謝老師說合格標準係80分，我就考到剛剛好80分。
社會老師要我哋跟自己比一比，一次比一次進步，一點就行。所以我第一次50分，第二次55分，我想第三次時再進步到60分。要將分數計到咁啱啱好，比考100分仲要難啊！謝老師跟老爸說：這個優秀嘅孩子，如果有咩事，你哋跟佢一定要好好溝通啊！有啊，有溝通啊！老爸嘅聲音悶悶的。溝通咩啫？佢同阿姨要結婚啦，然後就自行跟我哋宣佈，咁樣叫溝通咩？我同佢說我反對，佢話大人嘅事好複雜，我而家仲細，以後會了解。那我就是不了解。客廳突然安靜下來。他以前成績好好，梅拉拉突然說，現在竟然考輸我，這有什麼好好奇？我以前成績好，因為媽咪喺度，而家媽咪喺山裏邊嘅塔，我點解仲要好成績啊？全部都考100分，我媽媽會返嚟咩？嗰個女人會離開我屋企咩？唔會㗎！我突然大叫一聲，屋裏嘅人都嚇了一跳。我抬頭，恰好跟叮咚魚視線相對，他望着我嘅樣子，就像在看一隻受傷嘅小動物。閉嘴！這個學期換了新嘅音樂老師，很年輕，他教我們吹陶笛。我會吹，但還沒習慣。音樂老師鼓勵我們好好學。他說這種樂器考好攜帶，以後出國沒錢怎麼辦？找一個街頭停下來拿出來表演，就能賺點旅費。老師說他多年在加拿大就是這樣邊走邊表演，賺足旅行嘅費用，再往下個地方移動。這一說大家都覺得很有趣，但是多半吹起來像烏鴉。最神奇嘅係叮咚魚，佢嘅手指像是有魔法。音樂老師才講完要點，他嘅指頭就輕快的按壓起來，吹出來的曲子竟然係天空之城。然後鼓浪屏跟上他，同學們都拍起手來，他們越吹越快，好有默契。不知道是誰說的，音樂老師要我們跟着吹。叮咚魚那時好像看了我一眼，我真恨我不會。他低下頭繼續吹天空之城，他和鼓浪屏一起左右搖擺，兩人就在跳舞，好好看啊！我不知道誰喊了一句，更多人說他們好登對。鼓浪屏係個矮子，怎麼能跟叮咚魚一起跳舞？新媽媽係暴龍頭，卻在這個時候湊過來，在我耳邊叫：你快要有一個新媽媽了，對不對？你唔好嘈啊！我用力推開佢，我最討厭人家講到呢3個字。佢唔聽，那張討人厭嘅嘴巴，跟着叮咚魚佢哋嘅音樂，在我耳邊說：新媽媽，新媽媽，莊大人嘅阿姨係佢嘅新媽媽。請你閉嘴行嗎？我將聲音提高，旁邊有幾個人轉過頭來。梅拉拉想將暴龍拉開，暴龍頭，你唔好煩莊大人啊！莊大人就真的快要有個新媽媽嘛。暴龍頭掙脫他，仲強調：這是你跟我說的啊！每次都是梅拉拉，我瞪着暴龍頭，你再說一句試試看。音樂教室瞬間一片死寂，只剩下梅拉拉嘅聲音：莊大人，你唔好理佢啦，你再說一次。我不理。音樂老師走過來，說就說啊，你爸爸同你阿姨。暴龍頭嬉皮笑臉的話還沒說完，我已經衝過去，我那一拳打在他的頭上，佢嘅頭好硬，佢立刻還手，仲用力打我嘅肚子，好痛啊！我嘅眼淚控制唔住啦，我用力想推開佢，其他人衝過來想將我哋拉開，聲音好嘈，好多人在叫唔好打啊，唔好打啊！叮咚魚同鼓浪屏站在人群外，梅拉拉嘅聲音最大：莊大人，你會將暴龍頭打死㗎！我只係要佢收聲。音樂老師後來問我嘅時候，我這麼說：同學唔可以打架㗎，你哋有時要慢慢講。音樂老師話：我就係講俾佢聽，佢唔聽啊嘛，我先至動手㗎。暴龍頭說：我用說的，你閉嘴了嗎？我心裏大叫。
莊大人，你點解要打人？唔打佢，佢會閉上嘴嗎？音樂老師搖搖頭。後來他打電話給老爸，回家之後，老爸請咗假，皺着眉頭坐在客廳等我。你跟人打架？我唔想解釋。打架可以解決問題咩？老爸又問。我唔想睇佢。你長大啦，翅膀硬啦，我同你講嘢，你仲臭着臉，唔得咩？你這是什麼態度？自己做錯事，老爸講兩句怎麼了？老爸火了，衝着我大罵：都是你要娶那個女人，我才會被同學笑。我一肚子嘅話想講，咩女人啊？佢就嚟係你媽媽啦！我媽媽喺山裏邊嘅塔裏邊，我大叫。爸爸甩了我一巴掌，我嘅臉上火辣辣。老爸呆了，我也呆了。莊正經，你有話不能好好說嗎？他剛好進屋裏，衝過來拉着我。大人，有冇唔舒服？你唔好扮嘢啦！我掙脫他的手，衝進房間，甩上門。老爸在客廳裏嘅聲音很清晰。好啊，咁甩門，你今晚就唔好出嚟食飯。唔食就唔食啦。我喺房間大叫，有咩咁巴閉啊？我當然唔巴閉，你食嘅每一口飯都係我買嘅。老爸更生氣，信不信我趕你走？莊正經，你唔好再咁樣啦嚇！兩父子好好溝通唔得嘅咩？隔着房間，佢再勸爸爸。我揞着耳朵，我唔想聽。我就坐在牆角，看着天色越來越黑。我唔想開燈，但屋子裏邊好光，係月光。月光照在隔壁鄰居家，也照進我家。巷子裏仲有隻貓，躲在屋頂上，凄厲的叫着喵喵喵。妹妹來敲我嘅門，哥哥，媽媽叫你去食飯啊，我唔肚餓啊。佢唔準食。爸爸喺外頭叫。屋子裏陷入一種奇怪嘅安靜。飯廳有聲音，很低嘅聲音，但係佢嘅聲音時不時飄進來。我討厭佢嘅聲音。要不是他，我也不會被老爸打。要不是他，我媽一想到媽媽，我突然之間有一種好痛嘅感覺。媽媽唔會返嚟，佢真係永遠會喺我屋企，趕都趕唔走。怎麼有呢種人？我越想越嬲，推開門，外頭沒有人。飯桌上留了飯菜，他留的。大人，肚餓就食飯。唔好理爸爸啦，係佢留㗎。底下嘅簽名同以前一樣，係一隻小兔子。我將紙條撕掉，這個家已經不像是我的家了。離家出走，我不要了，這個家我不要了。推開大門，外頭有點冷，我不自覺拉緊外套，月亮被雲遮住了。背好包包，我正要出去，一隻小手拉住我，是小欣。你在做什麼？我壓低音量。你在做什麼？他也問，眼睛亮亮。我要走了。我想掙脫他的手。我不要在這裏住了。哥哥，你唔要我啦？真是愛哭嘅妹妹，這樣也要哭。我怎麼會不要你？你是我妹妹啊！我搓搓佢嘅頭。你返去瞓啦，等我揾到地方住，我會返嚟接你㗎。你呃人！小欣嘅聲音大了起來。我要跟你去。仲好，爸爸嘅房間冇動靜。你先返去着外套，出邊凍啊！你唔好呃我啊！我唔會呃你㗎。佢跑回家，有那麼幾秒鐘，我真的想走，但係如果他出來沒看到我，一定會大哭，那時就走不了。小欣流出來了，他竟然帶着書包。我們離家出走之後就沒有要上學了啊！我們老師說，小朋友要好好讀書，長大才能做有用嘅人。他拉着我嘅手，好啦，哥哥，我哋而家去邊啊？要去邊？到底要去邊呢？唔返屋企可以去邊呢？我呆咗一下。我剛才出門前只覺得呢個家我再也住不了，根本沒想要去哪裏。妹妹沒等到答案，她就拉着我往前走，說：哥哥，你好蠢啊！我哋去坐公車就知道要去邊度啦。坐公車都有目的地，她說的有沒錯。
我們倆沿着巷子往前走，只要隨便跳上一輛公車就走了，不要再回來。走出巷子，先經過不止書店，紅山嘅櫥窗亮着燈，對面叮咚家他們嘅家人應該都睡了，屋子裏黑漆漆的，只有叮咚語嘅阿婆站在門口。出去玩啊？阿婆問。唔係啊，我哋要離家。小欣想同佢說話，我拉着她去公車站。車站嘅木燈光照到時刻表上，我仔細看一下，不管去哪裏，最早班嘅公車係6點。哥哥，車子什麼時候來？小欣打完一個長長嘅呵欠後問。他才剛上小學，還不會看時間。我看看表，現在才12:45。如果我們沒有搭上公車，爸爸和他追來怎麼辦？小欣坐在後車室嘅椅子上，他剛睡着。遠處一陣不祥的狗叫聲傳了過來，此起彼落，不止一隻。他們越來越近，聽聲音就是朝公車站而來。我連忙看看左右，發現一支竹掃把。小欣被狗叫聲嚇醒，他緊捏住我嘅手，我要他退到後頭。那些狗來了，3隻可怕嘅狗，身形高大，皮毛脫落，看起來就是無家可歸嘅流浪狗。他們在公車站外衝着我們咆哮。帶頭的狗我見過，白天看起來就很可怕嘅大黑狗，現在更兇。我把掃把舉得高高的，他們一過來，我就用掃把打佢哋。這些狗越來越近，我不管怎麼打，他們好像也不怕。小欣嚇哭了。那條大黑狗趁機衝過來，死死咬着竹掃把，我拉不回來。另一條白狗跳過來，我連忙用腳踢佢，佢被我踢倒鼻子，發出一聲慘叫，落在地上，卻又立即跳過來。然後埋伏在圈子外嘅黃狗也來了。小欣尖叫着，我用身體擋着它，就算我被狗咬，也不能讓它受傷害。就在最危險嘅時候，我們旁邊多了個聲音：嚟，你食嘢。係個老爺爺，手裏有個便當，一邊把便當放在地上，一邊安慰小欣：唔好驚啊，唔好驚啊。3隻狗發現便當，不追我們了。老爺爺身邊有個塑膠袋，裏頭有不少骨頭。他一邊叼一邊說：你們吃完都去睡覺，唔好嚇親小朋友，知唔知？狗吃飽了，或趴或坐，懶洋洋的，不像剛才那樣可怕的模樣。這個爺爺我也見過，我常看他在街邊翻垃圾桶，是個看不出年齡嘅流浪爺爺。媽媽以前都叫我們離他遠一點。這麼晚了，怎麼不回家？流浪爺爺問。他身上有一陣濃濃嘅臭味。小欣躲在我後頭。哥哥同我要離家出走。離家出走？流浪爺爺搖搖頭。你們這年紀就學人離家出走，有什麼好玩？小欣探出頭。你這麼晚了，為什麼不回家？家？老爺爺指着後車室。這就是我嘅家。怎麼樣？你們要不要在這裏睡一下？唔要。我將小欣拉到後頭。流浪爺爺沒生氣，他說：這裏不錯，下雨不會被淋濕，狗吃飽了不會追你們。你們如果不要在這裏離家出走，那就離我家遠一點。我要睡了。老爺爺將2張瓦通紙攤平，和衣躺上去。3條流浪狗就像他的護衛，守在他四周，一人3狗相依為命。臨睡前，他又看了看我一眼：你們每年紀仲細啊，你連狗都趕唔走，真係遇到壞人點辦？便利店嘅小說家。凌晨1點半，公車在4個半小時就會開了。我又瞄了一眼時刻表，6點有一班公車去潮滬港，6點12分有一班車到津山，
湖港太近，津山我跟媽媽去過，那裡有個漂亮嘅公園，但係她也有去。我決定還是去湖港好了。三條狗有2條睡着了，老爺爺睡得很安穩，但是味道實在太重了，我受不了。我站起來，小欣迷迷糊糊的問：到了嗎？仲未。他幾乎睡着了。我半拉半拖的帶着他往外走。吱啦隆，不長嘅閃電後傳來陣陣雷鳴，該不會要下雨了吧？小欣幾乎是靠在我身上，半睡半醒的走着。哥哥，我哋係咪返屋企啦？唔得，我哋唔返屋企。我幫佢孭埋書包，加快腳步。公車站是流浪爺爺的家，裏頭仲有3條狗，我們不能待在那裏。但走到馬路上，離6點仲有好多時間，該去邊呢？我正想，一陣大風出來，風裏夾着雨，糟糕，真係落雨啦！我連忙拉住小欣，想找騎樓或者公園去躲雨。公園喺另一邊，仲很遠，我哋可能到不了。附近騎樓底下黑漆漆的，我猶豫着要不要進去。大雨瞬間下來，斗大嘅雨讓我哋身體全濕。小欣尖叫一聲，醒啦！哎呀，大雨啦！係啊，落大雨啊！這下子他不管黑唔黑，我們經過一個路燈，衝進騎樓，小欣卻已經被雨淋成可憐嘅小狗，仲喺度打乞嗤。他一打就停不下來，乞嗤乞嗤乞嗤。哥哥返屋企啦，哥哥！他問時又打咗個乞嗤。當然唔返屋企，我早就沒有家了。爸爸要同佢結婚，那個家就不是我原來的家。我要帶妹妹去找自己的家。要去邊啊？小欣嘅聲音好像飄到很遠嘅地方。我看看四周，騎樓不大適合狗等，太暗啦。最好有燈光，能吃點東西。想起來啦，附近對面有間便利店，24小時營業。這個時間也只有便利商店有東西吃。一想到這裡，我立刻拉着妹妹在雨中狂奔。從騎樓到便利商店大概有300公尺，小欣跑沒幾步就跑不動了。我蹲下來背起她，一手提着她的書包，半走半跑，終於在雨中跑到便利商店。叮咚，歡迎光臨！便利商店嘅自動門打開，光線很明亮，而且很溫暖。我們全身濕突突，每一步都留下水跡。我把小欣放在座位區，她像隻小貓，立刻蜷縮起來。到家了嗎？他問。到啦，到啦。我看她在發抖，想從背囊裏拿衣服幫她擦雨水。後頭有人遞一條毛巾，是個染了紫色頭髮嘅大哥哥，好瘦，趕快幫佢擦乾，免得感冒。仲有你啊！多謝，我說。你想買乜嘢啊？我自己睇睇。你跟我講，我幫你揾，比較快。他跟在我後頭，唔使啦。我喺貨架區漫無目的走，零食、餅乾、罐頭、泡麵就走了一圈，仲有剃鬚刀、電池、面紙。你哋爸爸媽媽呢？那個哥哥走嚟問。佢哋喺出邊。我講大話，出邊冇人啊。哥哥凝視着我。我哋這家店外頭有7部監視器，我剛剛看了，一個人都冇。我同你講，雖然這不關我嘅事，但係如果你離家出走又帶住小妹妹，而且喺呢種天氣，真係一個最笨嘅決定。佢說話時，外頭又打了一個雷聲，驚天動地。我冇離家出走啊！我又講大話，冇就最好啦。因為你帶住個咁細嘅妹妹，根本冇辦法行動。這一路上你都要照顧佢，你要攞東西，又要餵佢，佢要住邊啊？而且你都冇時間去揾嘢做。就算你要做嘢，冇人夠膽請一個小學生做嘢，咁叫做虐待童工啊！呢個哥哥大概晚上太無聊，佢仲繼續說：我係寫小說嘅，我以後會係個作家。關於離家出走呢一個題材，我至少研究過100種方案。這種屬於最笨、最呆、最不會挑時機嘅方法，真係個好煩嘅人啊！
我爸讓我出來買關東煮，說到關東煮，我就真的走過去，拿起桌子，我這才想起來，我連晚餐都沒吃，難怪現在肚子嘰哩咕嚕。你唔好呃我啦，出嚟買關東煮，怎麼會背包包？而且你每環帶着一個大書包，你嘅謊話太容易被拆穿。反正你哋去流浪都唔關我嘅事，不過你應該要買2件輕便雨衣。小說家說完回到櫃台結帳嘅時候，仲多送我2串貢丸同魚板即期品，給離家出走嘅少年增強體力。你係要我說幾多次？我只係出嚟買關東煮。我將悠遊卡交給他。小說家過卡嘅時候說：我相信。你回座位區慢慢食。只係警察先生相唔相信你，我就唔知道啦。警察，他用眼睛示意一下，便利商店嘅透明玻璃外，一串紅白藍嘅燈閃着。那是一部警車，他在大雨中停了下來。2個看起來沒有什麼耐心嘅警察，在歡迎光臨嘅招呼聲中走了進來。我想跑，但小欣仲喺度瞓覺，而且全身都發熱。便利店商家說的沒錯，但妹妹離家出走真係一個很笨嘅決定。一切都是我。醫生幫小欣檢查時，病房的門被推開，老爸和他衝進來。他們看到我，什麼話也沒說，只忙着問醫生小欣怎麼樣。他有跌倒，撞到頭和肩膀，還好，都只是輕微嘅挫傷，敷了藥應該沒事。我擔心的是，聽說他整晚淋雨，體溫這麼高，今天晚上最好留院觀察，希望不要變成肺炎。跌倒不是我故意的，我在便利商店看到警察來，急忙抱着小欣往外跑，地上太滑才會跌一跤。我的頭也撞到了，腳也扭到了，但是老爸連看都不看我一下，他要罵我啊！我希望他現在打我，這樣我看着病床上的小欣才不會這麼內疚。聽完醫生的話，警察找老爸去問話，為什麼會讓2個小孩在外頭跑？老爸怎麼說的？我不知道，因為他也來了，還走近病床。妹妹打了點滴，睡得熟。她把手放在小欣額頭，真的很燙。她是我妹，我站起來，不想讓她碰小欣。她連忙把手縮回。老爸也回來了，他終於肯跟我講話了。她是你妹，你卻害她變成這樣，你這個哥哥怎麼當的？他自己要跟出來的。他說不要讓我變成流浪漢，他都知道關心你，你怎麼就不會關心他？這麼晚了，讓他跟你出去吹風淋雨，是想抗議什麼？真的離開家，你怎麼照顧他？他走過來看着我，臉色很平靜。大人，我把頭撇到另一邊，他繼續說，大人，我知道你很反對阿姨要跟你阿爸結婚。我跟你爸說了，我們不結婚了。哦，當時我真的是想要照顧你和小欣，所以才到你家來。後來又和你爸有了感情，本來想我能代替姐姐，沒想到你會有這麼大嘅反應。你放心，我們不結婚了，就不會搶走你媽媽嘅位置。我抬起頭看着他，他的眼眶裏都是淚水。當你阿姨嘅時候，我比較快樂。本來想，如果結婚了，和你們一起住，你們應該又會很高興。我可以代替姐姐看着你們長大，那是我姐最重視的。這消息晴天霹靂，就跟當初我爸說要和他結婚一樣。我冇呢個意思。我退了一步。小阿姨勉強笑了一下。我發現小欣雖然在睡夢中，她腳緊抓住她的手不放。阿姨真的是太喜歡你們。
也真的很難過姐姐嘅事。她用手拍替我將眼淚擦掉。這回我沒躲，她拍拍我嘅肩，看着我：你要好好照顧小欣，有話跟你爸爸好好說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。這段時間嘅抗議現在突然如願，他要走了，我們的家又變成我們的了。可是為什麼我的心裏突然變得空空蕩蕩？你要答應我，別再離家出走。他說到這兒，捉捉我嘅頭，那溫暖嘅感覺就和他以前一模一樣。你從小就像個大人，很懂事。那個我記得嘅莊大人，趕快回來，行不行？我實在不知道該點頭還是該搖頭。而且他看完妹妹說完話，竟然就要走了。老爸哼了一下，送他出去。我想說話，可是喉嚨很乾。一個社工姐姐進來，拉了把椅子坐我對面。小朋友，你爸爸或媽媽有沒有虐待你們？你放心，可以跟我說，好不好？我搖搖頭。如果他們沒有虐待你，你怎麼三更半夜跑出去？跟姐姐說，姐姐會幫你想辦法。我可以揾警察，都可以揾法官幫忙。他直盯着我，我實在不喜歡被人盯着嘅感覺。我轉過頭，小欣還在睡夢中。他這個時候應該要在家裏嘅床上。是誰害他的？丁師傅，一位是梅拉拉那個大嘴巴，一定是梅拉拉那個大嘴巴。我才進教室，全班發出一聲好大嘅哦！我離家出走嘅消息傳得這麼快，我看了梅拉拉一眼，他也盯着我，還搖搖頭說：莊大人，我咩都冇講啊！布隆頭跑過來，莊大人你好厲害啊！我爸爸有睇到啊！佢昨天晚上在熬紅豆，看到警車同救護車在大雨裏跑來跑去。我爸爸跑去問警察，他們就告訴他有個小孩帶妹妹離家出走。我爸爸說他有看到你被警察追，你真的太厲害，讓警察追。他說嘅每一句，班上就響起咗一聲哦，原來係布隆頭嘅爸爸。等他說到我被警察追嘅時候，全班嘅目光都集中起來，盯着我嘅腳。梅麥拉拉問：結果你被警察追到受傷啊？我可以摸一下嗎？布隆頭問。布隆頭，你好無聊啊！我回座位，將受傷嘅腳縮進台子下面。我爸說：你昨天其實可以來住我家。布隆頭跟過來，拉去一張椅子坐下來說：莊大人，你下次要離家出走，可以嚟同我瞓。我的床很大，你妹妹跟我媽咪瞓。我爸爸未賣完紅豆湯，仲可以讓你去做早餐、午餐同晚餐。你可以一邊吃紅豆餅，一邊離家出走。呢個計劃比你嘅計劃係咪好好多呢？唔啱。我住你家就唔叫做離家出走啦。我謝謝佢嘅好意，拿出筆寫早自修作業。雖然在寫字，班上還是有一片低聲嘅交談聲音，應該都在討論我。我只好當作什麼都不知道，沉默的寫着作業，偶爾想想還在醫院嘅妹妹有沒有好一點。她在照顧妹妹。她說她不跟老爸結婚，事情好像照我們嘅方向前進。我應該要開心，但是我沒有。我永遠愛我嘅媽媽，我嘅心裏永遠都有佢。但係我什麼時候要繼續往前走，在心裏空出位置，讓她走進來，讓大家繼續往前走。我就這樣想了一個整個早上。音樂課分組嘅時候，丁東宇竟然跟我同一組，一起練習陶笛。他吹低音，我吹高音。老師說互相學習比較快。丁東宇嘅說話時，我只覺得心跳得很快。奇怪啦，
而且我哋仲有點不好意思，把頭低下來。喂，莊大人，你怎麼了？他問。冇事啊，冇事啊，我心裏大叫。冇事先怪，你嘅指法都錯啦。他拉着我嘅手指頭，一根一根擺對位置。嘿，被他照顧嘅感覺真怕。我嘅頭被他狠狠敲了一下。莊大人，你可唔可以認真啲啊？唔好喺度發呆啊！你下手輕一點啊！我差點忘了。叮咚魚本來就好惡，佢嘅好朋友係梅拉拉，這兩個女生兇起來太可怕了。你可唔可以跟薇薇安安一樣那麼溫柔？薇薇安她在別班，你那麼想她可以轉班？叮咚魚瞪了我一眼。紅山早上說，如果你下次又要離家出走，別帶你妹妹到處跑，去她的書店，有一屋子書讓你學，也有一堆工作讓你做。你可以在她那邊打工換宿，讓我離家出走去佢嗰度做僕人。咩僕人啊？佢好心收留你。好啦，你吹咗一次俾我聽。這個嚴厲嘅小老師一啲都不給我休息嘅時間，從上課吹到下課。古浪平同朱毛毛找我去打籃球，他也不讓我出去。等我嘅徒弟會吹天空之城了，他才能下課。乖，你哋自己去打吧。然後他回頭，莊大人，努力一點。我搖搖頭，拿起徒笛繼續吹。他就站在我對面，臉上沒有一絲微笑，簡直是呂布君。布隆頭過來。哦，談戀愛？談你嘅布隆頭啊！我說是，心跳得很快。這就是戀愛嗎？我正胡思亂想，叮咚魚卻拉着布隆頭，要他也吹徒笛。你也來一起吹。叮咚魚沒讓他有說不會嘅機會。你們兩個徒弟比賽，好好的用徒笛談戀愛。我同佢？布隆頭做咗個嘔心想吐嘅動作。我先唔要啊！不要都嚟啦，繼續練。丁師傅帥氣的吹了一串音符，佢放下徒笛，氣定神閒的說：你哋誰先要會天空之城，誰就是我嘅大弟子。拆城堡的人。我放學回家時，妹妹坐在小阿姨的車裏。出院啦，才2天不見，小欣瘦了一大個圈，精神還挺好。我幫忙提着她的東西，讓她坐到床上。小欣多了隻粉色嘅大布熊，她說是外婆送嘅，還說外婆要讓她陪我，還是外婆對你最好。我說還有媽媽，不知道她說的是哪個媽媽。我們說話時，小阿姨只是默默的削蘋果。小欣不說話時，房間裏就有點尷尬。幸好小欣話很多，吱吱喳喳的，就像原本一樣。她幫妹妹切好蘋果，泡了牛奶，蓋好棉被，最後跟妹妹說：阿姨走啦。媽媽，你不要走，我唔係你媽媽。妹妹坐起來抱着她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叫你媽媽。你愛叫什麼叫什麼，不過我真的得走了，我會常回來看你，好不好？唔好，這個背叛者哭着說，你留下來啦，我唔會再離家出走噶啦。妹妹嘅眼睛都紅了，你讓阿姨走啦，我想辦法把妹妹嘅手拉開。小阿姨站起來走出去，妹妹想起床，我不讓她下床。如果她追到門口，那一定更難分開了。她回房間拿自己嘅行李，2個小小嘅袋子。大人，阿姨走啦，你現在也算大人啦。這個月電費我繳完了。妹妹的藥記得3餐飯後盯着她吃。她後天要復診，提醒你爸爸。她如果沒有空，我再請假帶她去，記得住嗎？我點點頭。她的聲音、動作和交代事情嘅方法就跟我媽一樣。本來她就很像我媽，為什麼很像我的媽？我不要。我到底在反對什麼？難道是因為她像媽媽？
我是擔心他太像媽媽，真的取代我媽媽嘅位置？不會，不會，不會。只要我心裏有媽媽，媽媽就永遠都在。我心裏不能多留個位置給他嗎？難道拉着老爸和小恩繼續悲傷的過日子才是我想要的嗎？我心裏有個鼓，咚咚咚的響。我很想說話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嘴巴很乾，乾到我說不出一個字。看着他拉開門，提着那點行李走出我家，嘭！他關上門，屋子一下子暗了，彷彿有什麼也關了起來。我站在客廳，聽着他的小豐田倒車停下來，吹油門駛離我們家。我再打開門，外頭只剩下滿天的彩霞。阿姨走了，我突然想到今天晚上冇人煮飯。我走到梅家奇雞，梅奶奶沒在店裏，櫃台裏的是梅媽媽。啊！我好久沒看到她，她看見我竟然認得。我們家梅奶奶常常說到你啊，莊大人對不對？梅奶奶說你離家出走喎。這個梅媽媽的嗓門跟梅奶奶一樣大，她說起話來就怕沒人聽見。你才這麼小，去哪裏學人離家出走？他湊過來問我，是家裏有人欺負你嗎？冇啊，冇人欺負我。我唔想同佢講嘢。你唔要學阿姨？我知道佢說的是佢自己。佢前2年同梅爸爸吵架，跑了出去，最後才回來。他壓低聲音說，你知道嗎？阿姨跑得越遠越想家。你這麼小，怎麼會想離開自己嘅屋企啊？我冇啊，我唔係返嚟了咩？冇就最好啦。奶奶說你仲帶埋妹妹一齊走，你真係。這個請你妹妹食嘅。梅媽媽多給我一個雞腿，提着沉甸甸嘅便當回家。唉，我心中一諗，又要吃便當了。她小阿姨說過不能天天吃便當，所以她才來我家幫我們煮飯。我把她趕走，然後全家吃便當。吃飯嘅時候，家裏很安靜。老爸看見便當，坐下來，也不說話，悶着頭，吃着他眼前嘅便當。小恩坐在一旁，梅家奇雞嘅雞腿很香，小恩以前都要吃一整斤的，我吃不下了。他說，是不舒服嗎？他搖搖頭。燈光昏暗，便當好像也不香。以前覺得自己住在格拉斯城堡裏，那座城堡快被人摧毀了。沒錯，城堡快毀了。我終於知道是誰在拆我哋嘅城堡。我哋明明可以生活得更好，我們可以過得更好。放下筷子，我跟爸爸說，我出去一下。老爸咗一聲，也沒說好或不好。小恩看着我，你又要跑出去啊？你還會回來嗎？你講咩啊，傻豬？我只係出一出去，我覺得眼眶濕濕的。哥哥，去把一些錯誤改過來。我就跑出去了。天全黑了，我跑過叮咚魚家，他正要去對面的不止書店。嘿，徒兒，你去邊啊？這個叮咚魚真將我當成佢嘅小徒弟，我心裏覺得好開心。被叫做徒弟也沒關係。我去揾我阿姨。你唔係？他說了一半，唉，好難解釋。我送出跑過他，經過時光小學門口那家便利商店，小說家店長在櫃台。走過那條小時候我媽媽帶我走過嘅長巷，然後穿過2條街，在大樟樹下那間幼兒園到了。這裏沒有路燈，但整個幼兒園卻沐浴在一片銀光中，彷彿散發着光芒似的。抬頭是滿月嘅光，柔和的照在幼兒園上，把它裏裏外外照得通透，有如水晶。我心裏有個地方，好像也被月光照進去似的。我記得4年級那個觀月紀錄
就是媽媽天天陪我做的。每天晚上都要測量。我有時忘了做，媽媽半夜爬起來幫我把月亮拍下來。那次的滿月，我們就是在幼兒園的秋千上做記錄。小阿姨也在，小欣也在。我們4個人在月光下看了月亮，講了笑話。那晚的媽媽全身散發着銀光。我突然想起來，豬毛毛說的星，爸爸騎着獨角仙飛到金星，上爸爸的時候，他就找金星。